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嚟玩呢個灌籃高手第二集啊！玩呢個灌籃高手第二集，嚟我哋今次玩第二隻角色。請稱呼我召喚勝利的但男子吧！而家新出咗呢個傳奇先導啊！攞獎勵，第一件事梗係過嚟攞獎勵啊！攞鬼晒啲紅點，阻鬼住晒啲紅點。呢個攞唔到。呢個有傷都可以抽嘢。OK， 好，唔好理佢啦。你有鑽石，你其實可以買呢個卡，然之後抽。但係我鑽石未夠，你睇下可以買呢個可以買嚟抽。然之後你抽到咧，就會中呢張傳奇先導。你要342先夠，黐線。25號之前，25號之前。OK， 即係有2個禮拜，3個禮拜。2-3個禮拜先結束，都唔知抽唔抽到啊，大佬。有排儲啲鑽石。首先排位。好，唔玩排位，玩2v2先。聲咁高聲，震動開咗。OK， 好。儲鑽石。睇玩咩角先？你們都不是海南一定贏。可以玩呢隻借公式。來吧，來吧。用邊隻咧？我怎麼樣？看。